大家好，歡迎收睇 News 100，我係今日嘅主播 Stella， 先同大家睇睇今日嘅新聞提要。港府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分層保障，控濫用以謀生局，詳情係點樣？港鐵5.1試行貓狗同行計劃，99蚊就可以開啟寵物週末輕鐵先行，情況係點樣？國產大飛機 C919挑戰空中霸主嘅新星，詳情係點樣呢？美國高層機密洩漏，Signal 群組變咗八卦天地，事情嘅經過我哋一齊嚟了解下。收睇之前一定要訂閱、讚好、分享俾更加多人知道啦。先同大家睇睇本地新聞，港府3月25號終於揭曉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嘅細節，未來5年內資助率由依家嘅罰新94%逐步降至90%。醫衞局發言人喺技術簡介會上表示，今次改革嘅目的唔單止係為咗揾錢，更加係為咗改變市民濫用醫療服務嘅行為。簡單嚟講，就係要大家用得其所。急症室收費將調高至400蚊。發言人坦言，呢一個價錢可能會令到部分市民三思而後行，但實際上係咪真係可以達到減少濫用嘅效果，仲要等到2028年檢視之後先知道。當然，政府強調急症室仍然係救命優先，唔會因為未俾錢而延誤治療，但退款嘅安排或者會成為常態，令到市民嘅心情帳單稍微平衡。改革中引入咗全年醫療費用1萬蚊上限嘅措施，專門為嗰啲唔符合減免資格嘅中層階層設計。病人需要主動申請，當累積醫療費用感到吃力嘅時候，可以向醫務社工提出申請。一旦達到1萬蚊嘅上限，該年度剩低嘅醫療費用就包底。除咗自費藥物之外，唔再計算其他費用。聽起身好似買咗一個醫療任食卡，但係前提係你真係要食得夠多啦。最貧窮嘅人士，例如領取綜援者，仍然可以享受全額豁免，而中低收入人士就因為優化減免機制，受惠人數將會由30萬增至140萬。至於中產，雖然唔可以享有減免，但有1萬蚊上限作為保障。而高收入人士就要靠撒瑪利亞基金嚟應對昂貴嘅藥物。簡單嚟講，今次改革就係一場分隔保障嘅遊戲，每個人都有唔同嘅玩法。至於坊間關注嘅強制醫保，政府表示暫時未有立場，但隨住醫療技術同費用不斷飆升，市民可能需要重新思考下點樣為自己嘅健康埋單。未來數年有關醫療融資方向嘅討論仍然會繼續。下一則消息，各位貓奴狗奴注意啦！港鐵將於5月1號推出史上最可愛嘅試行計劃貓狗同行。呢個2個月嘅試驗計劃，專門為滿足你家毛孩嘅出行需求而設，令佢哋週末同公眾假期都可以搭下輕鐵去見識下人間繁華。主人們淨係需要喺4月11號國際寵物日起，打開港鐵 App MTR Mobile， 用99蚊申請一張貓狗同行證，就可以帶住一隻貓或者狗無限次搭輕鐵。不過主人都係要自己買票，而毛孩就免費搭車。咁抵嘅交易，仲唔快啲行動？但係要注意，毛孩們嘅輕鐵之旅係有規矩㗎。首先，主人必須由輕鐵車廂嘅尾門上落車，仲係要帶住毛孩乖乖 stay 喺車廂嘅尾部。仲有，毛孩必須全程留喺寵物專用袋入邊，個袋要完全覆蓋好喎。港鐵咁嘅安排，估計係驚毛孩們太過興奮，喺車廂入邊上演奔跑吧汪星人嘅畫面。香港愛護動物協會梁雪萍導師提醒大家，出門之前記得要帶毛孩去方便，仲要準備尿墊、吸濕毛巾同清潔用品，以防不測。萬一你嘅毛孩喺車廂入邊忍唔住，記得即清理，唔好令其他乘客對你投嚟哎呀嘅眼神啦。港鐵表示，目前呢個只不過係一個試行計劃，主要係收集數據同累積經驗，因此暫時以教育為主，唔會對唔守規矩嘅主人作出檢控。不過，如果你家毛孩真係太過曳，搞到其他乘客唔開心，咁港鐵可能會考慮延長教育期，或者直接取消計劃。今次貓狗同行試行計劃唔單止滿足咗主人同毛孩們嘅出行需求，
亦都令輕鐵成為咗真正嘅共融交通工具。所以快啲準備好你嘅寵物袋同埋清潔用品，一齊帶住毛孩們去搭輕鐵啦！但記住，規矩第一，開心第二，唔係下次可能就冇得玩啦。下一則消息提到天空中嘅大玩家，波音同空中巴士無疑係全球航空界嘅兩位老大哥，但而家國產大飛機 C919正憑住佢後生仔嘅氣勢，試圖撼動呢兩位巨頭嘅市場壟斷地位。自2023年5月首次完成商業載客任務以嚟，C919已經累積承運超過100萬次旅客，成績可謂係初出茅廬變驚豔。C919係中國自主研製嘅中程幹線客機，按照國際通用適航標準製造。據說佢喺安全性、舒適性同環保性方面都比波音737同空中巴士 A320更勝一籌。雖然目前嘅訂單已經超過1000架，但生產嘅速度就有啲慢慢嚟。截至商業營運近2年，淨係交付咗18架。原因？除咗生產經驗不足，仲有供應鏈問題。大約40%嘅零部件依賴進口，呢一啲部件嚟自全球200幾間供應商，包括引擎、航電系統同飛控系統等關鍵技術。不過，國產化嘅步伐正在加快。C919已經開始換裝國產長江100A 引擎，目標係到2027年年產量可以達到150架，而去到2028年國產化率超過80%。屆時，C919將真正具備同波音以及空中巴士硬碰硬嘅實力。有趣嘅係，即使沒有歐美適航證，C919依然喺其他市場混得風生水起。越南、文萊、印尼、巴西等國嘅航空公司紛紛落單，就連美國通用集團旗下嘅一間航空公司都買咗20架 C919。呢個操作真係令人刮目相看。而喺東南亞、南美同非洲等地區，好多國家已經承認中國嘅適航認證可以為 C919頒發本國嘅適航證。呢個意味住，即使冇辦法飛入去歐美，亦都可以喺其他地方大展拳腳。未來中國商飛仲計劃推出更大型號嘅 C929同 C939，呢一啲後援部隊將進一步挑戰波音同空中巴士嘅市場霸主地位。可以預見，全球航空市場嘅雙雄爭霸格局或者會被打破，變成三足鼎立嘅新局面。下一則消息，最近美國特朗普政府嘅內閣高層上演咗一場令人哭笑不得嘅泄密大戲。根據大西洋雜誌總編輯哥德堡爆料，佢竟然被意外拉入咗一個 Signal 群組，親耳聽到美國軍方如何討論對也門胡塞武裝嘅空襲計劃。內閣官員嘅群組竟然變成咗公開聊天室。故事係咁樣開始嘅。喺3月13號，哥德堡莫名其妙被一個叫做華爾茲嘅用戶拉入咗叫做胡塞 PC 小組嘅 Signal 群組。佢入到去，個人都呆晒。群組嘅成員全部都係大人物，包括國家安全顧問、國防部長、副總統、國務卿，甚至仲有 CIA 局長。呢一個陣容可以直接開一場美國嘅權力遊戲版。哥德堡表示，佢好似睇戲咁，目睹呢啲高官喺群組入邊嘈得熱火朝天。副總統曼斯就抱怨話：我真係唔想再幫啲歐洲人做嘢啦。而國防部長海格瑟斯就回應副總統：我明白你對歐洲人搭便車嘅憎恨，但我哋係地球上唯一可以搞掂呢啲事情嘅國家啊！聽到呢度，哥德堡估計已經忍唔住偷笑。最搞笑嘅係，海格瑟斯竟然直接喺群組度詳細描述咗攻擊計劃，包括目標、美國會使用嘅武器同埋攻擊次序，仲要話2個鐘頭之後會爆炸。結果2個鐘頭之後，也門首都薩那真係傳出爆炸聲。睇嚟呢一位部長唔單止係軍事專家，仲要係預言家添。呢一件事真係令人哭笑不得。一邊係美國政府高層嘅高度機密，另外一邊竟然變成咗一個八卦群組，仲俾記者睇晒所有嘅內容。哥德堡話：今次係佢見過最誇張嘅泄密事件，但估計佢心入邊應該偷笑緊。原嚟做記者仲可以咁容易攞到一手資料。我哋淨係希望
特朗普政府以後用 Signal 嘅時候，記得 check 清楚拉咗邊個入群啦。唔係嘅話，下次可能連白宮晚餐嘅菜單都會意外洩漏出嚟。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請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多謝你嘅收睇，我哋下集再見，拜拜。